喺旺角行人專用區咧，又發生投擲腐蝕性液體嘅事件嘅，係半年內嘅第3宗。就喺尋晚嘅接近8點嘅時間咧，就喺旺角奶路臣街同埋西洋菜南街嘅交界，近旺角銀行中心嗰個出口咧，就有兇徒咧由高處掟咗一支通渠水落街，事件造成24個人受傷，所有傷者咧送院治理之後，經敷藥後已經出院啦。嗱，追溯翻呢3宗嘅案件啦，第一宗係發生喺上年嘅12月㗎，咁當時嘅位置咧就係近翻喺山東街㗎。第二次喺今年嘅5月中，位置係近豉油街。尋晚第3次位置就近奶路臣街㗎。咁案件咧總共導致咧多達有超過100人受傷㗎。咁其實呢8個裝喺旺角行人專用區，俗稱天眼嘅閉路電視咧，喺尋日下晝3點已經正式啟用㗎啦。咁今次咧，警方咧都攞咗啲相關嘅影帶咧去做繼續調查嘅。嗱，希望有關資料可以協助警方破案啦。咁至於附近嘅商客有冇因此加強保安，商戶亦都有冇受到事件嘅影響，我哋今日去了解過。尋日案發時候人流相當高，除咗有附近居民之外，亦有外地嘅遊客，所以事件發生之後曾經引起一度混亂。由於傷者人數眾多，附近嘅商戶義不容辭為傷者提供協助。聽到嘣一聲咯，嘣一聲咁好多人都係即係走。衝下頸部同埋嗰個係背脊嗰啲位置咯。突然間啲人咧湧過嚟，我唔知咩事。原來佢哋係俾啲嘢揦到，佢哋過嚟我啲女揾啲水洗下啲傷口洗下隻眼咁咯。咁當時有幾多人衝過嚟你嘅鋪頭咧？成10幾個㗎都。係啊。都10幾個人湧過嚟㗎。我哋個都唔係以為咩事啊嘛，咩打到嚟添咁樣。咁當時情況係咪好混亂啊？都幾混亂下㗎，都因為失驚無神，唔知係咩事㗎嘛。咁人哋嗰啲隔離嗰啲左右都以為咩發生咩事，都有啲惶恐咯。再次發生高空擲通渠水事件，搞到旺角出入嘅人個個都人心惶惶，有啲甚至避開旺角，人流大減，令該區嘅生意大受影響啊！絕對有啊，其實今朝翻嚟我已經見到人流已經比平時朝頭早翻嚟都比較少，多少都有㗎啦。即係你咁樣影響到人哋，邊度夠膽出街啫？係咪先？行街都要小心啲。今日喺旺角行人專用區工作小組入面，主席促請大廈登記訪客嘅資料，同埋加快安裝閉路電視。咁到底呢度嘅保安又係點呢？據資料顯示，該區附近已經安裝咗8部天眼，其中幾部已經開始運作，包括荷里活中心同柏悦商業中心嗰幾組。但係呢啲天眼都有盲點，譬如喺街道嘅轉角位或者大型嘅招牌。今日我哋去過事發現場附近嘅幾座樓宇，測試佢哋嘅保安。首先，我哋去過西洋菜南街60號，發現門口並冇設置保安站，亦冇安裝閉路電視。之後，我哋嘗試上天台，發現天台並冇上鎖，一般人可以輕易上去。由天台望返落嚟，可以望到尋晚案發地點。至於對面大廈保安又係點？今日有警員喺門口把守，出入要登記身份證同其他資料，但係裡面同樣冇保安站同閉路電視，大廈樓梯直達天台，睇嚟附近大廈都需要加強保安，以防兇徒再次犯案。今日呢分鐘咧，我哋嘅同事吳幸美咧，而家就喺旺角嘅行人專用區㗎，即刻同佢傾下。幸美啊，你嗰邊嘅情況係點啊？有冇因為呢件事咧，行人係明顯少咗呢？係，依家咧就係晚上7點51分到啊，咁同尋日發生投擲鏹水彈事件嘅時間咧係差唔多噶。咁依家咧我就係身處喺旺角嘅行人專用區，現場所見咧人流同平日咧就差唔多喎，咁附近嘅商戶咧都係照常營業噶。咁有冇見到街上面啲市民因為發生咗呢件事而特別小心啊？咁其實現場咧都有警察嘅指揮車喺度戒備啦，咁大廈亦都有警察咧喺度駐守，警方亦都係加派咗警員咧喺附近巡邏噶。咁可能因為咁一部分嘅市民咧就話唔係咁擔心，有啲市民咧甚至乎係企喺度圍觀噶。咁但係亦都有市民咧專登行到簷篷底嗰度以策安全。你就話咧附近商戶照常營業啊，你睇到商戶嘅生意係點啦？話有啲商戶咧就話受到事件嘅影響啦，今日嘅生意咧都少咗一半噶。咁佢哋話平日咧呢一頭都好多遊客啊，不過今日咧就明顯少咗啊。仲話表示咧擔心嚟緊嘅生意咧會受到影響啊。好，唔該晒幸美啊，暫時同你傾到呢一度啦。咁